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林传秋的客厅，新万七万 roll。今仔日咱要来拍电影嘛？无，咱要来小解一位咱台湾人应该爱认捌的导演、剧作家，伊的名叫做林传秋。在遮要开始做展览，要甲你小解林传秋甲伊的片场，什么人生故事，斗阵来了解。今仔日真欢喜来找这个赵老师哈，赵老师，你先互咱一般的观众朋友吼，伊其实台语片吼，应该是有30-40年拢不见江湖啦。啊，这林传秋其实是真侪人无啥熟悉，无啥认捌。你甲咱小解者，林传秋是何许人也？是什么人士？何方人士啊？好，咱会使看遮吼，林传秋。伊是伫1920年代出生的，距离即摆已经105年啊！哦，伊是伫咱桃园遐，村里是伫学炭矿的。哦，简单做一个介绍，就是讲伊伫日本时代，伊20桶岁的时阵，伊怎伫迄个日本一个剧场做导演，做舞台剧的导演。啊是。这是咱台湾人第一个。有去较新宿区。嘿，去新宿的一个母狼旅游。哦，母狼好，好模仿安尼哦。迄阵是文青啊。啊，新宿地区的文青会去遐看戏。对。啊，伊看的，家己想讲，我嘛来写。写的，伊就寄互这个母狼旅游的遐作家去看，因家指点。采用啊呢？嘿，先指点，无直接采用。指点了，伊毕业就讲，你要过来无？你要来无？哦，是。所以伊是第一个伫东京的戏剧界，第一个剧作家。听讲伊还去伫东宝，讲是迄个苦早啊阿基拉、欧德明的这个先辈，还是讲斗阵咧工作咧做副导演。嘿，我是唔知，差不多迄个时代。嘿。伊迄阵啊，都是剧场甲伊派去东宝，东宝迄阵啊欠人，讲恁剧因迄两个头家真熟嘛。啊是。就讲你派一个人来甲阮支援一下，嘿。伊就安尼入去对3支电影。去做副导演的呢。是。所以这是伊上早的一个电影的一个经验。哦，刷来才开始来做台语片，但是唔是随咧刷咧做咧吼。听讲伊是登去做生理，做到讲叫人激到讲，恁这种台湾人袂晓拍片，哦，是叫人激到才开始，因为厝里有小可有对，你讲伊咧做图嘛，才来做片场来翕电影，所以咱才看讲吼。观众朋友来看，我就唔相信台湾人伫台湾拍台语片，怎样无可能兴旺起来？这1957年所讲，就是迄阵时要开始来做这个台语片。嘿，伊迄个时阵就是伫这句话咧，是迄阵啊在场的一个摄影家，叫做林赞廷，迄是咱电影界一个老前辈啦，老前辈。伊听到林传秋安尼讲，伊怎记一世人？所以咱即马才知影讲，迄个时阵伊是照有气魄，要拍台语片。老师，你刚刚讲吼，你即马提这个严龟吼，因为这是上有名，伊上出名，头一个上出名的这个剧作，这个电影剧本。哦，你甲咱小解者，严龟是咧讲什么故事啊？这个严龟吼，伊上主早是张文宽的小说，日本时代作家张文宽小说。是。林传秋呢，战争的时阵，因甲张文宽啦、卢专生啦，个卢赫日，拢是迄个时阵真有名小说家，含艺术家，因都组一个剧团。因就讲，咱爱演家己的故事，因为迄个时阵，一般的剧团拢是伫演方面化的故事，因就讲，咱要讲家己的故事，因就用
中文看迄个小说来家己做改编，嘿，迄个小说就是互伊改编了，变做一个汉药房的故事去，吼。你演汉药房故事。嘿，迄内底的少年人，就是较有新的思想，吼，面对这生活。因迄家道中落啦，吼，家道中落，因安怎搁徛起安尼奋斗的故事啦。是。哦，听起来真励志哦。哦。伊即个戏吼，特别讲就讲，迄是因迄个世代的迄个文化人的共同的记忆。安怎讲咧？因为因就是伫舞台顶，迄阵啊唱两首台湾民谣，一首是《丢丢东啊》，一首是《6月残水》。这两首拢是因为要做这出戏，迄林传秋险卢全生去做这个民谣的调查，佮甲迄谱甲伊采落来。咱今仔日才有这个世界名曲，世界名曲。就为着这电影来说，所以这是应该是一个文化事件呢。是，这只舞台剧，迄阵啊舞台剧。哦。嘿，因唱一届尔，就互日本的警察甲伊禁掉。吼，禁掉因就是伫台下，卢全生伫遐讲，甲迄个制作人讲，迄有一天咱是一定都会当唱咱家己的歌。吼，因就是安尼讲，这个台湾人写家己的故事，唱家己的歌，我想这真正会落实吼，迄就是甲林传秋成立这个乐坊，拍台语片，吼，迄就是进一步会当做主。听这故事，家母陪落起来呢，就感觉真感动呢吼。1920年出世的人，那么然后这个演过这个故事，但是后来。去互人刺激了，过来做这个电影片场。老师，你甲咱小解一下吼，伊这个片场吼，我有看这个小开片哦，哇，迄规模真大，比中央电影片场搁较大呢。老师甲咱小解一下，伊这是超过中影的这个规模是安怎来？哦，伊不只是超过中影，咱怎啊讲的，伊是1958年吼，迄阵啊落成的。伊落成的迄个时阵，迄是规个东亚吼，除了是迄个日本搁印度以外，上大的一间片场，片场啊。哦。迄阵香港迄个消息，迄嘛拢未起好，未起好是，所以伊迄阵是真有气魄，就是要用迄个日本东宝吼遐个规模，吼遐个规个。迄个真有规模去甲伊起这间片场，伊讲无家己起片场吼，袂使的。你若干那是要拍片，你变做你若无家己的片场，你要洗片，无一贯作业，拢是就是拢会用控制着。你变做爱去配合人的时间，你无法度真正讲哦，即摆翕随身阴暗都会使看伊迄日。白天翕的是迄个片，马上来看，马上看，买也买，继续检讨，嘿，安尼伊讲真正要拍电影，爱安尼做，这都是伊伫东宝遐学到的。哦，所以这人这有伊的道理，甲伊的眼界啦。是。哦，老师，你个人看这后面遮吼，这片场的规模，我看后餐厅，是葫芦间，后宿舍呢，这有宿舍是安怎一回事啊？拍片都爱有人嘛，除了技术人员，上重要的都是个演员，对吧？嘿，所以因一个迄个片场伫起的时阵，就招收学员，吼，乐坊伊就招收学员。哦，训练班。嘿，算系对啦，算是演员训练班。吼，你看伊是甲这规个设施吼，宿舍、教室，吼，技术馆，这拢甲伊设备好好，吼。遮个人咧，遮个演员咧，伊讲今仔日是我请恁来学习，吼，请你来学习。林团长伊就是对遮个演员咧，伊免费提供食大，吼，嘿，互你免费食较大，伊逐个月阁互你800块的零用金。哇，看有啥啊概念啊？爱集体住宿哦，阁有舍监哦。哦，管理迄足严格，伊讲迄嘛是甲日本遐共款，查甫查某平常若无拍戏，袂使行做伙，
爱分开，伊管理足严的，所以这是一个学校的组织，伊嘛无甲遮的学员去签约，吼，嘛无约束就对啊。无约束，伊就是讲，我今日做遮的训练，就是要紧的甲遮的人才养成，吼，甲因会当尽量互采用啊。嘿，紧的训练好放出去，再全体才会提升的。所以咱看到这相片，这就是迄阵时的演员吗？我当摕出来。应该会使。哦，就是这哦。啊，这看起来愈明星呢，吼。伊遮上有名的，有培养几个真有名的明星，伫迄个时阵。有啥物人？像讲你来看较详细，这是张美瑶。哦，张美瑶，哇，有啦，我这个会所有知啦，张美瑶啦，吼。伊迄时已经是迄个时阵嘛，去日本去东南亚，拢知影。已经真风靡啊啦，吼。是。啊，这有诶真面色诶。啊嘛有迄个一个叫做伫台语片叫做小林，吼。小林去香港发展，演迄武侠片《萧十一郎》哈，这叫小林，就是伫遮一个叫吴东如啦。哦，吴东如，郭东如，吼，是。啊，咱还佫有其他什么演员吼？咱来后面吼，继续来探讨者。这就是张美瑶啦，吼，在我这会所60啊啦，吼。啊，咱就上知影讲，伊甲郭俊阳吼有一段婚姻啦，吼。啊，因为吼伊玻璃人，所以大家吼，在地台湾人其实对伊真熟悉，咱对伊开始讲起啦。老师，伊是对遮开始出身，但是后来大红的所在倒一片。张美瑶哈，伊伫咧台语片伫咱玉芳遮，算讲是为遮训练出来。这个时阵呢，有小可有知名度啦，吼。啊，毋过伊真正大红是甲去迄个拍国语片了后，华语片吼，国语片、华语片一个拍了，伊都有这个宝岛玉女，吼，宝岛玉女啊，但是实际上伊这就是培养人才的所在。培养，即摆一寡迄个电影评论家就讲，其实伊伫咧拍台语片伫玉芳的时阵，迄是够较有演技的时阵。啊，伫咧华语片敢若是花干那尔。颠倒摆去，但有影，我有看见伊迄阵时的迄个，其实吼，看到知影导演有要求。除了这个张美瑶，佫头早你所讲的这小林，伊就是吴东如，但是伊拢演这个武侠片的吼，不过伊嘛演这个私家侦探，这出嘛是林导演伊做的片嘛吼，但吴东如你甲咱小解一下，这吴东如伊的外形的条件真袂歹嘛吼，所以伊伫迄个玉芳拄好成立的时阵，因有做一个舞台剧叫做《红衣亭》，就是貂蝉的故事。伊迄阵做男主角。吕布。伊演吕布。这出来是玉芳上尾林团秋上尾一支片。这个时阵其实迄个玉芳已经改线去啊。伊就叫林团秋，伊就叫这个吴东如来，来演这个内底迄个做侦探迄个角色。是。我头仔看到讲吼，这阿碧无后演啦。伊讲吼，我迄阵是有人咧问我伫倒位，我回答嘛伫倒场啦。伊讲内面哦真严格，伊就是伫玉芳啊。这有影就是头早老师所形容的这状况哦。这足趣味的吼，迄个6个嫌疑犯内底，咱知影迄个阿碧波吼，伊嘛有演，伊迄阵的名叫做爱口吼。我有去甲伊采访哦，迄阵阿碧波就甲我讲迄个所在吼，那道场咧，若有人敲电话找我吼，我讲伫道场啦，人就知影我伫玉芳。伊是安怎叫做道场？伊严格到讲，你袂使食薰，伊限制你袂使食薰，你的男女袂使往来，袂使。男女授受不亲啦。迄就是那道场啦。哇，这有影林团长也是一个奇人啦。因的学员啊，伊查某会阁要求你袂使擦指甲哦，平常时爱平头脏。除了当然去拍片的时阵会使，若是为着拍片是会使。
啊，若平常生活你袂使安尼。女明星啊，袂使安尼擦袂使，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校员，伊就擦指甲，啊，林团长就叫伊去扫便所，嘿，就爱该处罚就对啦。哇，这日本精神。日本精神真正。是你好这体哦，这真趣味的过去吼。啊，另外这还佫有4位，这曾樱花，这阿三哥出马吼。曾樱花含甘好印，一个是阿三哥男主角，演西宫的迄个男主角，啊，这就是这个阿三哥真爱慕的女主角，伊演一个歌手，曾樱花，曾樱花演的，雷英啦，雷英对，关雷英啦吼，啊黄雪莹，伊嘛是伫咧咱陆丰的片吼，定定会看到的一寡重要的配角。啊，我会记伫策鸾内面安尼，哦，演到安尼真好演的呢，黄雪莹哦。伊迄阵演张美瑶的好朋友。是。老师吼，伊遮吼人才培养，除了给机会以外，还佫有啥物特色啊？照讲吼，伊有2个特色，一个就是伊就是咱讲伊伫办学校的这个组织吼，伊其实互所有遮的有能力的学员呢，轮流拢会使有做主角的机会。吼，所以你看阿三哥出马本来是就是因2个做主角嘛。吼，啊尾啊甲第2部片，甲天然花本来的女主角吼，都是另外一个学员。啊，毋过。这有一个故事，咱就先莫讲啦，吼。到尾啊，林团长就是爱张美瑶去做这个女主角，爱轮替的意思啦。对，所以这甲伊的第3出戏，吼，错乱，曾樱花，吼，啊甲张美瑶双主角，吼，这都是伊这个吼无，就是这个意思。轮流做主角，大家拢有机会。是。啊，另外就是无培养高人啦，吼，无培养高人。伊讲其实电影公司你若要趁钱，你都爱培养高人，塑造明星嘛，吼。啊，毋过伊无爱安尼，因为伊这就是拢甲伊起这个片场，吼，啊做起这个玉芳，吼，这个伊的理念拢有关系。有影，这玉芳片场吼，原在拢是人才的这个培养所。但是，咱还佫有其他林团长导演的故事，咱继续听落去。老师吼，你予咱一个概念，是安怎你会去找到这个林团长？这啊，然后伊的重要性在哪里？啊，你佫对一对30几年，这是什么意思？你对林团长，你安怎知影这个名？要开始，因为迄阵是也无网络呢。啊，安怎如何去取到这个名？知影这，像我会知影这个名嘛，是恁的文章啊，这电影图书馆内面，咱才知影这个名。恁是安怎知影？这个代志是安尼啦，吼。迄个时阵，就是咱这个电影中心吼，伊得要抢救台语片，吼。嘿，啊，我迄阵入来内底，吼，就是专门去跟大家伫分工的时阵，啊，就来我就。讲我要找林团长这个人，吼，这是伊是戏剧的背景，因为我迄阵我嘛是真小戏剧的小剧场啦，吼，嘿，所以我找伊，不过迄个时阵完全唔知影是伊是死还是活啦，生死拢唔知哦，生死拢唔知，嘿，因为伊伫日本时代做迄个严家吼太有名咧。吼，所以我就想讲，严家啊，迄阵伊合作的人叫做卢专生，就是做迄丢档啊，迄个台湾合唱之父吼，迄个足佳在，伊迄个时阵伊要住伫天母，吼，所以我就先去找卢专生，嘿，我找到伊，伊就讲林团长都要我来啊，伊都住伫咧英国遐，吼，因为安尼，吼，我才过去。英国去访问这个林生，嘿。哦，你头一摆见到伊，伊有错一条。伊在伊来讲，其实伊真正伊就住伫山内啊，嘿，山内啊，隐居啊啦，嘿，真少，根本都无甲文化界有来往啦，吼，嘿，所以我去找伊，我想伊
伊应该嘛不只欢喜啦，有人爱去听伊讲古早的故事，吼，嘿，讲剧场嘛好，讲电影嘛好，嘿，所以我就离开这个电影中心了后，我其实要继续，吼，3、4年间，定去因遐去拜访伊，我就想讲，伊讲啥我加减记啦，吼，有当时尾啊，伊就是讲，安尼你来帮我整理我以前的物件，吼，我就嘛住伫因兜，吼，住过随个房间拢安排我住，大概去拢住无共款的。啊，你有因准你点胭脂无？因为我迄阵啊嘛是较一个就是讲无伫化妆啦。青春效力啦，我是想讲，你可讲袂使哦，安怎哦。这人的个性，哦，当然他做老师有家小可描述。不过，你是安怎？你认为林团手这个主要，你要一直对落去，兴趣在哪里？期待是啥物？我观众朋友小可了解一下。好，这讲来吼，就是我去找卢专生，找林团手。我去找因的时阵，因拢有讲一项代志，互我足感动的。吼，因就是为严格讲。开始讲，因为严格迄是日本时代皇民化运动，无爱互你有伤济恁台湾人家己的主体性，吼，因伫迄个舞台面顶唱歌，唱家己的民谣，尾啊，佫互日本人禁去。因迄样的文化人，因拢有一个心理，就是讲有一天咱会当自由自在来唱家己的歌，演家己的故事。这个心理咧，因讲这个故事了，伊甲我讲一个话，伊讲吼，咱台湾人吼，就那唱查某囡仔咧，穿的是绫罗绸缎，吼，食的是山珍海味。不过你袂通好有家己的主见，所以伊就讲，咱台湾人什么时阵会当像农夫的查某囝，今仔日想要种番薯，明仔载想要种蚵仔，就来种蚵仔安尼，吼，会当做家己的主人，吼。伊迄阵啊，1990年2位大神拜，吼，甲我讲这个话，互我足大的一个感动。哇，几乎陪起来吼。是，所以就是讲。因过去有行过什么的路程，吼，我想讲一定爱来甲伊调查研究好清楚，来互社会大众知影安尼。这当然在不管是反共意志、自主性、主体性，在技术上，甚至对着电影的看法、新剧的看法、戏剧的看法，你认为恁团手这个开创性如何？实在讲啦，吼。这林生伊因为伊的背景袂歹，吼，家庭经济袂歹，伊会当去日本，吼，去接触到拢是真新的戏剧也好，还是电影会使入去人迄真有规模的电影制度，所以伊返来台湾了后，伊不管是伫咧戏剧还是伫咧电影，伊拢是。做徛伫头前，吼，做迄有眼光，吼，而且久长想了伊的规划是久长，是为着大家共好，咱讲共好，吼，是安尼一个用这种方式，吼，来做伊的创作。我想伊这嘛是伊上大的贡献，吼，就像讲玉芳，吼，玉芳这个名，伊号这个名，我问讲，谁哪叫玉芳？伊就甲我讲。这就是台湾上悬的山啊，吼，那就真理所当然。不过即摆咱家己想起来，迄其实是一种眼界，吼。咱做爱徛伫这代表咱台湾的这个玉山的上悬的所在，咱徛伫遐，看到一个世界开阔的一个眼界，这是玉芳的精神，而且这精神是你爱追求好，吼，爱搁较好，爱进步。而且这个进步唔是个人的，是一个团体、集体的社会，吼，大家共好安尼，吼，这是我想这是因和这个玉芳这个名背后一个意义，伊所做的代志嘛，拢真符合这个精神。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吼，就是当下有成功无成功，敢有真重要？比如讲商业性的成功。
但是咱后来看到伊训练才足侪明星出来，吼，结果是伊本来无要做的代志，是因为即寡人后来佫有明星，啊，佫后来就。老师，你安怎理解这项代志？就是咱立志要来做一项有意义的代志，啊，有成功无成功，是毋是真重要？还是讲咱注重什么？我想讲，虽然有虽然的条件嘛，时代嘛拢在变化。我感觉像林团长，这位老先辈，伊留予咱的一个启示，就是讲，所谓的这个成功无成功，吼，这是后尾的代志。吼，你即马你想到有意义的，吼，还是讲真正你有一个兴趣的代志，你投入，伊就是100%的投入落，毋是甲迄计算放伫头前。伊尾啊，其实即个药房伊算是真属目的一个收场嘛，吼，因为伊就是对迄阵啊，政府的政策，吼，已经是。对迄国语政策是愈来愈严格，嘿，所以伊看到讲台语片已经拢无空间啦，吼，伊都捌讲过，伊讲我都毋是爱靠电影趁钱的人，吼，伊讲我若爱靠电影趁钱，我嘛是会走去拍国语片，吼，伊讲迄写剧本啊，真侪人知影伊会使写，啊，都来找伊写嘛，吼，啊，伊讲你知影台语片的剧本是。偌年啊俗无？你写剧本，你可能干那会当配酱菜尔，吼，啊，迄国语片就无共款咯。所以伊是安尼，伊实际去感受到讲，迄个台语片，到尾啊是真正都拢无空间。成功不必在我，但是呢，还佫讲到遮济吼，大家无一定还佫看过，即过去即台语片吼。即摆看起来有诶真趣味，有诶真嘛是真有艺术性质诶哦。咱哦斗阵来看，来欣赏迄个时代诶台语片。唔捌看台语片诶观众，请你光临指教。阿三哥出马，保证会当互你观众。这个是他游地府，现在残片都看不到了。就阿三哥游地府的时候，然后就一些那个现代还有古代就混在一起。那这边就很大开那个，就开很多阎罗王玩笑。本来可能是90多分钟，拍好90多分钟，啊，伊去剪电剪处唔知剪偌济，啊，搁来保存生去拢变水，有诶无法度去抢救回来。上尾啊，即马37分，90分，甲即马你看会使看到是37分。欢迎回来咱台湾新眼界。其实哦，今仔真欢喜哦，有当啊，虽然我接触这个电影台语片吼，陆陆续续，这30年，胖少40年，就高中时代开始咧舞这有诶无诶吼，但是都无亲像两位安尼遮专心专家。你知咩啊？1955年至1981年，咱台语片有1000外片，吼，有这顶头到1000外片。今仔日咱哦有这时间通来看这4片，尤其是林团秋这4片。头一片吼，这是阿三哥出马，咱先来看卖。这边房、艺术馆、造型、化妆室，一部完全互你想袂到的喜剧剧片。唔捌看台语片的观众，请你光临指教。阿三哥出马，保证会当互你观众。这个是他游地府，现在残片都看不到了。就阿三哥游地府的时候，然后就一些那个现代还有古代就混在一起。那这边就很大开那个，就开很多阎罗王玩笑，然后就比较用今麦话叫脑洞大开。迄拢即马拢无去咯，迄拢向正去咯。一个是酸化腐蚀，所以才赵老师讲的迄拢无建入去嘛。你头看拢不是，就即马出迄个片已经看无遐个镜头啊，都加在有这个预告片个老。哦，所以伊上后尾这个 final cut 无放入去就对了。应该是派去了啦。
一个是已经本来可能是90外分钟，拍好90外分钟，啊，伊去剪电剪出唔知剪偌济，啊，搁来保存生去拢变水，有诶无法度去抢救回来。上尾啊，即马37分，90分，到即马你看会使看到是37分。有真侪是去用剪去啦，迄个政府迄个电影检查剪去啦。啊，剪偌济咱唔知。我听着老的，90几分剪到剩30就是村的啦吼。对，村的。但迄阵电检是真严格哦。特别是对这片，因为这个片是伊的第片名就去用迄个。安怎讲？伊讲是印度阿三，啊伊迄阵印度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啊无成立台湾中华民国啊，所以伊讲你是咧谄媚印度，叫做阿三哥，啊内面的迄个伊咧选举的迄个镇名叫做和平镇，啊和平伊讲哦你是咧。交迄个中国共产党咧，迄个因为咧和平公示，伊讲和平公示，伊讲哦，你是咧应和迄个共产党，啊，所以我要甲剪去，讲袂使叫迄个和平镇，啊，真侪你看的啦，啊，你所以内面真侪物件拢甲。安尼佫较免讲啊，内面佫有阎罗王，佫有啥物安尼？阎罗王是毋是用剪去，迄是毋知啦，啊，但是。至少真侪迄个政治的因素，甲即个片去剪甲密密麻麻。啊，这内面还佫有换选举呢。选举的部分是毋是有问题？咱即马看无到，就真知影。即马村的选举真少，村的部分选举的部分真少。老师吼，恁即马现主是咱用即马人的眼光来看者吼，还有一部分是用社会史的概念来看嘛吼。但就这艺术性，还是这种以导演，还是编剧，还是演技啊制作面来讲，老师你安怎看待这个片？第一是这个片是台湾迄阵真少迄个同步录音啦吼，迄个声音叫同步录音的这个系统，因为台湾迄阵是有电影对战后。甲台湾的时阵吼，迄无啥物产业的迄个规模啦。啊，当然日本时代留的一寡机械有咧继续用，但是对大陆搬一寡器材来是1949年以后的代志嘛，吼。啊，内面这机械拢是政府咧控制啊。啊，所以咱伊有办法翕这个同步录音的，主要是伊家己有进口。啊，因为伊起这个电影的迄个摄影厂吼，摄影厂内面伊要。用这个录音机、摄影机，哦啊，家己甚至有迄个摄影机，啊，这伊家己无需要靠这个国民党的系统来制作电影，所以这是伊真高的所在啦。哦啊，但是吼，虽然是安尼讲啦，这是台湾的头真少迄阵翕的同步录音吼，但是嘛是还佫技术无爱成熟，佫咧慢慢咧起步动就对啦，吼。啊，所以内面当然因为这爱录音的关系，啊，摄影机吼，爱运动，迄运动无办法做真侪运动，主要是因为迄个摄影机毋是真正讲绝对的放音的啦，啊，所以吼，伊内面啊有真侪迄个要录音的部分吼，都一定袂使震动，啊，所以在要去有这个限制掉，限制就对啦，嘿，因为要包米皮啦，伊迄个。惊迄个无10秒钟入去嘛，收入去啊，所以这有真侪限制。但虽然是安尼讲吼，伊迄阵野心已经真大了啦。哦，这个就这个技术来讲吼，会当自家己自足吼，自足，这是我是真大的贡献啦。哦，这若可以安尼，刚好继续翕落去，应该是伊一定有进步，一直在进步，一直有在进步。啊，伊看每一片吼，拢有咧在进步，但是后来吼。当然，伊本来是想要讲拢是同步录音吼，但是后来嘛是要放弃啦，因为要开始要做另外一个运动的时候，爱都无办法做这个录音嘛，所以后来嘛是用配音的啦，这是较可惜的所在。咱来看第2部吼，《丈夫的秘密》。
慢慢来看，你看阿三哥出马拢是伫个伊的那个点仔厂内面大镜翕的吼，啊到后来就开始去外景吼。啊，所以伊有些对第二部开始哦，错乱啥，咱拢是外景交内景配合起来。啊，但是对外景来讲哦，伊摄影是真水啊。哦啊，但是布景的部分哦，都因为迄阵大景的技术还无较即马遐尼水，所以看会出布景的。是这咱那个质感，质感嘛，质感吼，啊，佫无够呀。但是老师，我头有看一个字幕，2002伫香港去选着200部即华语，哦，迄阵时甲当作是华语啦吼，华语片之一哦。迄是啥物事件啊？会当选入去即个片段内面。我会记得迄个时阵是咱金马奖的一个委员会吼，因去办的一个两岸三地的迄个华语片的选拔啦。好爽。嘿嘿，算讲台湾入选的吼。这台语片咧唯一的一部，就是林团秋的这部《丈夫的秘密》。伊原来林团秋这个片名是叫做《错乱》，较文学性，吼。啊，这放映了咧5年后，片商伊就去找林团秋讲，就是伊就把这个片吼整掉一寡吼，互伊较变做一个精简版就对吼。所以精简版啊，佫改电号名叫做《丈夫的秘密》，去改。定做一个放映，啊，迄阵因为张美瑶已经开始走红，出名，所以这片嘛变做真受欢迎。哦，是安尼哦，所以5年前无红，啊，过来重新剪接，啊，后张美瑶趁这个，哦，好即体。1960年的时阵，台语片开始落去，啊，所以迄片上映的时阵吼。较无受到重视啦，啊，无啥物迄个影评，无人写这个片，所以真久就真紧就落片咯，嘿。哦，所以佢当作新片啊，真正的后即种。因为张美瑶、张美瑶迄阵就红起来咯，红起来大家都想要趁钱，都啊，但是嫌伊伤拖啦。片伤拖，无来因为片商嫌伊伤拖，所以甲整较短啊，整较短。啊，所以咱即马干那留这个 copy 尔，无原来的迄个错乱的迄个片啊。片，哦，说。啊，第三出5月13双星节。两位吼，会当来讲者，讲林团秋的这个片吼，虽然无多，但是伊内面女性的角色吼，有啥物特色？我看伊的女性角色拢真侪冲突咯，现实的这个束缚要解脱，啊无就有去用逼压了要反抗，拢是这种的，啊戏足济啦，苦情的啦，啊错乱的啦，啥物？老师你安怎看？我是感觉讲，后来我有特别研究迄个严龟，即个后来林团秋伊佫改编吼，想要做电视剧，啊，所以内面加真侪迄个原来小说内面无的物件，啊，发现讲，伊规个电影甲后来伊要改编的，即个后来无一寡拢无翕成的迄个电影剧本来看吼，伊内面的女性。上最出现的，就是讲，虽然大家拢有伫迄阵的男性压迫的社会内面吼，会受到真侪压迫吼、束缚啊、个委屈咯，啥物遐啊，因查某甲查某之间中间也嘛会有一个冲突，但是后来大家拢会讲，我会团结起来，哦，是啊，才会讲反抗讲这男性为主的这个社会，所以因会才成功，所以变做讲，伫个我发现讲，伫林团秋的电影内面，一寡男性颠倒是较弱，后来较弱，啊较早鄙视，啊，所以这个女性才会当讲啊，安尼家己发挥因家己的迄个本色，
他再成功，所以这个是真新时代的超时代哦。真歹真罕的讲，伫台语片内面看到这款的虽然是安尼吼，但是真可惜，一寡片拢无去，刚刚看到剧本。对，吼，哎，这还有听 Sisterhood。个女性同谋，对，哦，这伊上这老师，这女性同谋，这真罕见的吼。是啊，另外一方面，我就感觉讲，伊电影内底女性吼，有一个真侪角色，伊本身拢真复杂，唔是讲咱一般迄种看到都是较刻板吼，真刻板的印象。较唔是安尼，伊像讲伊迄个探烟花。吼，迄个片即马无啦。毋过咱为迄个伊的剧本，咱会知影讲，伊为一个真青春无辜的少女，吼，啊尾也变化，吼，伫个艺段间遐一个沉沦的一个过程了，伊嘛会想要报复，吼，要复仇，伊就变做一个恶女的形象。然后恶女之后呢，再怎么样的悔悟，就有所体悟这样子，有成长就对啦，拢是有成长。女性版的《基督山恩仇记》，女英雄的过程，这叫这英雄女定呢，这听真趣味咯吼。啊，来，咱继续来看这个六个嫌疑犯。这六个嫌疑犯就是真好的一个案例啦，吼，就是讲咱这届的影展，咧讲的，就是讲咱会使为林团长伊的电影内底看到一寡同时代电影的语言啊，电影的语汇大家哈跨越这个疆域种族的哈，大家在跳舞哈，用安尼概念哈，都不是讲所以咱的主题叫 Let's Run 是轮舞啦哈，轮流在跳舞啦。咱互观众朋友小了解一下吼 ，The Rondo 就是讲吼，我甲你跳完，踅过去了后，佫去踅另外一个。敢若甲世界交流采用是毋是安尼？李老师？伊这个片其实是这摆的主题吼 ，Let's Run 的意思就是讲吼，这个片是林团长的片内面吼有真侪叫世界同时代，是讲以前的时代迄个电影吼，有当找到共同的迄个语言，就是安尼。所以这个片咱会看到讲，伊真侪，咱即马讲。现代电影有真侪迄个元素吼，其实伫这个片已经有看到，比如你头先讲的这个摄影机的运动啦吼，是讲迄个框中框吼，迄内面的这个演员的迄个走位吼，这物件伫这个内面吼都表现的足成熟的啦。我伊去看迄地中吼，甲演员地中，我头下就甲赵老师看到 Wes Anderson， 吼，有种面电光落去。咱唔是讲吼，因为 Let's Run 我看一寡资料顶头写，就是讲，咱咧看这个古早影片嘛，要有观众朋友来了解。咱这看到这古巴啦，大吉梅花鹿咧古巴戏，这看起来这古巴，咱就看这是要创啥？敢若单纯来怀旧安尼吗？是安尼吗？还是讲咱要看出一个新意思？咱有所启示，搁再。Moving on， 佮继续往前行。我唔知两位是安怎看？赵老师你先讲。进前伫编迄个林团长的专辑，甲伊写过的剧本佮文章来出版嘛吼。迄个过程我都嘛是看伊遮的电影，我嘛是伫想这个代志。我感觉讲，当然这甲咱即马的现代生活，已经有一个距离啊。不过咧，遮的片、遮的剧本，伊会是一个真好的一个资源，吼，会使互咱搁再创作，吼，再创作的一个资源。这是对创作者来讲，吼，是安尼讲？林团长伊拍遐的片，甲伊写的剧本，拢是去做电影调查。
来写出来的。吼，这内底的社会性，吼，啊一寡议题、议题，吼，拢甲咱即马是相同的，吼，所以这是一个我感觉会当像我对教育来讲，咱也是会当做推广，吼，来做大家一直同齐来看，啊看了做讨论，吼，内底有啥物有回应的所在，吼，这是一种。啊，另外一个就是对想讲。咱即马母语的复兴的运动嘛，吼，这是一个真好的一个教材，吼，咱一寡内底有一寡真典雅的台语，啊，嘛有一寡真趣味的迄个用语，嘿。你这语感吼，会当修，佮恢复啦。是。真侪人讲，他会以早安尼讲。哦，原来因咧录音的是会当直接录音安尼，直接就讲落去啊。我看伊头前咧讲咧小解这整个屁呛的代志，咱就知影讲会使安尼讲，无一定袂使安尼讲。咱来看讲过去的这个范本啦，这嘛是一种启示啊。不过李老师你家己，我完全同意周老师所讲的啊。一般咱是讲电影吼，不但是反映迄个阵的时代啊，同时也是记录迄个时代啊，所以咱对这林传秋的片咧，会看到迄阵的真正台湾社会啊，不管是下町社会，还是中山社会，还是台湾，拄啊对农村的社会转型变成工业社会的这个过程内面所发生的一寡代志，哦，比如讲咱。迄阵会看到讲哦，迄阵所谓的歌厅啦，还是讲舞厅啦，还是讲咖啡馆啦，啥物的，迄阵咱敢若用想的，但是这片咱就真正看到讲哦，原来迄阵人大概是安尼。敢若看新闻片咧。而且伊也佫真侪外景，迄个外景嘛，保留真侪迄阵的城市，还是讲乡村，还是讲迄个风貌。啊，所以这重要性，咱对即马来讲，毋是敢若怀旧呢，伊个保存咱迄阵的历史，所以我是讲这电影，大家一看再看吼。对。啊，想要一个问题要请教两位吼，咱徛在即马这个时间点吼，尤其这几年大家有影较开始资源导致要来复振，要甲咱台语讲转来，吼，台语片免啊行落去这项代志。对编剧、对制作、对演员、对啥物吼，会当讲足济啦吼。但是徛在老师恁两位后拢做这个台语片研究啊，看在这个电影史吼，还是讲这个戏剧史来看，台语发声的这个影像也好，戏剧也变，要安怎来做复振，啊继续往前行。咱要是希望咱的母语，伊内底遮文化遗产吼，会当保留，迄都爱透过讲，就是即个台语的培养吼。这台语的培养，我是感觉讲，以前阮整理台语片的时阵吼，你若叫一个敢若一个人啊看片，那像你看即马好莱坞啊是啥遮的片，你可能会感觉伊的节奏伤慢，所以我感觉你爱，阮迄阵就是一群人，大家同齐看一。吼，同齐看，啊，同齐笑，同齐讲，嘿，啊，安尼就足趣味的，啊，会使互伊一个议题，吼，这来大家来讨论，啊，来就是用这个做一个触发，嘿嘿嘿，啊，较轻松的，吼，啊，所以这也是我想是爱为学校教育，吼，去做一个较活泼的这个推广。这嘛是一种研讨，吼。我会感觉是安尼，是讲。其实对林传秋的电影来看哈，伊的迄个内面用的台语是足雅的，啊，但是一般咱即马会感觉讲台语敢若足粗俗，较粗俗，啊，但是啊，台语实在是应该是足水的一款的雅的这个语言吼，所以将来是按照这款的较雅的迄个台语吼，继续讲转来，这是咱爱去思考的。我是希望不管如何。总有一日吼，整个片90分钟，看有通拢台语，吼。即马有啊，即马台语台内面的即个台语剧配音的啦，配音嘛。有的是配音的啊，咱坦白讲吼，即马演员是一寡日拼音的语感较无啦。
听落个有。但是有当配音就已经是算袂歹啦，但是讲。咱也无讲一定爱安尼啦，因为像就施老师所讲的吼，老师所讲的就是讲，即摆已经是混合的吼，啊，社会嘛是安尼，所以咱嘛是配合这个时代吼，那毋是讲坚持讲一定是爱拢台语啦吼，啊，但是反映这个时代就好啦。我的意思是安尼啦，就100片内面吼，上无爱1-2片吼，然后安尼，这嘛是一种现实啊。嘛有一个人开始咧梦想，我就是玉山。我玉峰，我就是要翕这，哦，这嘛是一种有啦，一把少年的，即马咧拍台湾电影是有啦，对，这嘛有当期待，这嘛是咱今仔日，吼，要斗阵来讨论以林传秋做起点，吼，登去到迄个时代，啊，佮继续对这个时代佮再出发，今仔真欢喜哦，两位老师来参加咱的这个节目，世界万行台拢对咱台湾新眼界来期待，来新增看林传秋。查某甲是下天王位，你是唔知影我第一排才敢讲这款的话。我甲你讲，这些是啊，第四类文有啥物意思？